我心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敬全诗。主
金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求主搁一摆当踮伫阮的心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即是我来报告。时间咱请同工家己来看。本会消息，本会本主日下晡3点到6点，要伫妇堂举办热护的工作，并且咱有报名的爱准时参加。同工伫活动半小时，爱提早来报到。第二，本会要定伫本主日阴暗的8点伫3楼图书馆要召开小会，并请各位小会员爱出席参加。第三，中职探访，因为6月17号补班补课，6月25号的两线假期，咱要暂停2周。第四，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15号第2场礼拜要举行洗礼式，迄天的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要联合。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弟，迄天上午的9点20分要伫3楼的生活广场参加洗礼的说明会，咱爱穿正式的服装。第五，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18日中到12点到下晡2点，要伫教会的妇堂举办新家人 party， 参加的对象就是2023年的新家人。联合的副长、长老、小组长，并且本主日咱伫网络报名，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第六，本会定伫6月25日要举办2023年第3场的圣餐礼拜，迄天的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要联合。青创的圣餐要伫7月1号举办，并且全体陪餐会员爱有办新来中秀圣餐同幕主文。第七，2023年热福小组国际演习会，题目是看袂见的关键。伊要伫8月28日的12点到阴暗的7点，8月29日礼拜29点到阴暗的7点，8月30号拜三上午的9点到下晡的5点，伫咱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要举办，费用是2500块。咱兄弟也伫6月30号之前报名是2000块。咱教会补助的规定，咱来办公室来提出申请，并且小组长甲同工咱会用办公室来报名。第二，具体消息第1点，合作社本主日伫第2场礼拜了后，要进行学习会议上要召开理监事会，并请理监事来出席参加。第二，学生牧区甲儿童牧区要伫6月22号到6月23号的拜4拜5要合办国校6字送具迎新的路行，欢迎咱兄弟、咱厝里的囡仔，假使也有国校6年要升国中1年的，嘛会当做伙来报名。咱报名咱请办公室，告解消息咱请洪牧师。兄弟大家平安。敬信堂节伫主日就是6月18日下晡3点，要伫咱的义昌敬拜中心举行潘志豪牧师就任敬信堂节感恩礼拜。潘牧师嘛是咱过去义昌教会的青年牧师。咱欢迎兄弟前后参加，愿主祝福。第2点就是咱高中的财务部伫6月24下晡5点半到5点半举行财务演习。费用200块，是由教会补助。教会举办好因请毋茫有报名的兄弟，伫本主日前咱的办公室来报名。第3项就是咱高雄爱心会，要伫8月17到18，要伫嘉义伫地岛院举办爱心会，题目是上帝国精兵事奉者。咱的事奉者有连胜牧师、詹天芬牧师甲曾义林牧师。请咱若要报名，请咱先伫班读，以有所属第1周甲第6周读识。报名费是2000块。
咱原住民优惠价1000块，教育补助依规定申请，欢迎咱的兄弟于6月25之前，办国新的报名参加。以上多谢。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下卷20章第1节到11节。你来看，我来中读。列王记下卷20章第1节到11节。遐即个中午，希西家看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去见伊，对伊讲：耶和华安尼讲，你着效法你的家事，因为你得要死，为我。伊就拿月灯目标伫倒，耶和华讲：耶和华啊，由你纪念我伫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而做你所看最好的。希西家就大声低哭，以赛亚出去约袂到中暝，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伊，讲：你拿月灯甲我的百姓的人君希西家讲，你的祖大笔的上帝耶和华安尼讲：我已经听见你的祈祷，看见你的目屎，看我要医好你。到第3日，你要入去耶和华的殿，我要加添你的岁数15年，搁我要救你，甲即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着家己的缘故，搁为着我罗国大笔的缘故，要保护即个城。以赛亚讲：着摕一块无花果饼来，伊就摕来，搭伫叶仔王就好。希西家问以赛亚讲：耶和华要医好我到第3日，我要入去耶和华的殿，有啥物条头？以赛亚讲：耶和华要成你所讲的，这是耶和华要予你的条头。你要日领进前10度，也是退后10度啊？希西家应讲：日领进前10度是较紧，无啦，着日领退后10度。先知以赛亚求叫耶和华，伊就予亚哈斯的日规进前的日领退后10度。以上，这是俄勒单车附录献歌队。
既然真侪人爱认为讲，你干只目睭看到做标准，我看着靠准绳啊，就是有人讲啊，我目睭我看着无准绳，我袂相信。但有影你的目睭，拢看着逐项，你做看会到的嘛？有时阵是咱目睭是看袂到的，比如讲细菌你拢看会到，看袂到嘛？无细菌有存在无？有嘛？所以真侪时阵是咱目睭看袂到，却是有存在。比如讲，咱即个电源你看会到袂？你看电咧走来走去，无。啊，有你相信有电无？有啊，电话会倒啊，你会亮啊，较有可能无电，有电就好你看袂到。不过电倒来真侪想法会方便，电会当带动真侪快乐的发展。比如讲，你的汽车内底有电池无？有马达哩无？有马达哩，伊的电啊，来互迄个火珠仔来固着电，然后火珠仔甲有电有火花了，甲汽油产生一个复杂啊，迄个汽油复杂甲空气同做伙啊，迄个火珠仔产生迄个火花了，伊产生迄个带动烟子会行，啊，你车就会会走。所以咱看到，你除了电以外，咱是个上帝，虽然咱目睭无看到，却带互人生命改变的是规律。今日咱通过伊世间生命的经历，上帝要安怎行生命的意思？伫伊的目睭。所以咱看到，伊世间伊即前中间，伊总共拄着3届的危机。当伊世界王做犹大国的期间，伊拄着3届危机。第一届危机就是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击以色列。第二届危机是啥物？亚述王以色列以色基立写过爱以色列包一项。第三届危机就是咱今日所看的圣经的记载，伊的性命通过先知以赛亚甲伊讲：你要死啊，袂无啊！正是咱看到，伊3届危机中间，上帝要安怎互伊对生命、对逆境转做顺境？咱会当看到上帝伫伊甲伊国家行所看袂到的规律转变，互国家得到拯救，互伊我们要死的生命得到个活。伫圣经内底列王下传20章第1节，列王下传20章第1节，咱做来读一遍来。遐个日中间，希西家破病要死，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去见伊，对伊讲：耶和华安尼讲，你着设法你家事，因为你要死啊，袂活。所以对这个经文中间，咱看到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甲希西家讲：你要死啊，你袂活。了解？迄讲的当时是啥物？希西家王即前到伫上高调、上勇的时阵，人生上关调、上勇的时，却听见先知以赛亚甲伊讲安尼：伊讲，哇，我当欢喜我国家命运当咧好，当咧唱，我却面对生命要终结的时阵，所以咱会当对这经文中间头前来看，伫第19章，列王记下段第19章咧记载，亚述军队当要围雷攻击耶路撒冷时，圣经讲，遐日中间，遐日中间是指对日啦。
圣经讲啊，上帝使者来抬185000人，亚述帝国因安尼离开南犹大，上帝使者出手，互亚述帝国的军队185000人一时间就受毁灭。南犹大国家马上解除国家防侵略的危机，亲像咱那乌克兰甲俄罗斯同款，那上帝出手，可能俄罗斯的军队一暝中间就翘伊嘛要伫卡。对乌克兰来讲，那上帝出手，乌克兰是毋是马上就得到平安？是啊，所以咱看到，当亚述王讲。你说我个你的上帝讲，你无得互伊骗。看，你总有听见亚述这个王对列国所行的，是一尽袂依，总无你会得到救吗？所以，咱对于迄个列王记下段第19章中间，你会看到什么？迄当时亚述帝国啊，是超级的强国，总是伫一暝中间啊，互伊的军队，上帝互伊的军队185000人一暝中间失落，晓过身去。所以咱看到犹大国，既然伫上帝使者出手中间，伊既然来打败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亚述帝国，这个南犹大呢，忽然之间吼，就变成世界上强的啦。原本世界上强是亚述，但亚述帝国一暝中间，互上帝使者灭无了，哇！伊怎忽然啊清起来？莫怪咱头仔你讲到你讲到，当先知以赛亚甲以色列王讲，你要死啊，袂活。迄当时啊，国家当清啊，亚述帝国受打败啊，因南犹大国家一时间怎变一个世界上强的国家，当清啊，哇！以色列当欢喜咧，忽然间，先知以赛亚安尼甲伊讲：你着设法你家事，因为你要死袂活。了解？对以色列王来讲，伊原本是到伫人生的关条，当欢喜当庆，国家准备发展的时，却面对性命灭无。因为从人生的高处，马上到人生的低谷。所以对经文中间咱知影，先知以赛亚甲以色列王讲话，敢是以赛亚家己约的？毋是呢，是上帝甲伊启示，然后叫伊去甲以色列王讲啊，你着设法你家庭的事。上帝透过先知安尼甲伊讲，意思讲啊，你后事爱去备办好啊，甲恁兜人讲日后后事安怎处理啊？对一个王来讲，迄个家事呢，无一定是因兜的人，是可能指啥？伊迄个国家的军事迄个罗卜君臣，为什么？伊即讲啊好啊，既然伊互先知预言讲伊要死袂活，伊就爱紧啦，趁我的神，他会讲话的时阵啊，紧指定看对一个后生要接伊的位啊。死亡对一个家族来讲是一个足重大的代志。为什么？代表死亡的这个王者，伊要离开世间，伊要通过死，要离开伊家族所有的人。所以当以色列王知影伊这的话了，伊心内一定真艰苦，因为伊知影伊要死袂活，伊无法度去甲厝的人斗阵啊。见面啊，讲话啊，你知影迄心情真艰苦。所以以色列王伊即届危机中间，伊拄着即届危机，当时咱头仔讲到，第一届危机
甲第二届危机，伊总共3届危机嘛。伊即届危机生命危险灭无的，是当时第一届危机甲第二届危机的中啊。以西家王伊前面对亚述帝国的攻击，伊就咧烦恼啊，总是上帝出手，互亚述帝国灭无。总是佮接续伊听到的消息，就是伊性命存无偌久啊。圣经列王下段20章第20到第30，咱看到以西家王伊听到先知以赛亚讲了，伊的心情怎样呢？咱看伊的反应好无？伊圣经来讲，伊就越面壁，祈祷耶和华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看做好的。以西家大声啼哭。伊甲上帝讲：上帝，我做偌好，拄偌好啊！上帝，你我做代志拢诚诚实实啊！你看做好诶，我拢来做啊！上帝啊，你从求怜悯啊，要活落啊！所以咱对经文中间，咱就知影以西家王伊听到即个话了，心情啊，对悬山顶落到山谷里。所以一时间伊无法度接受，比如讲伟人，就用健康啊，忽然去做健康检查，医生来讲，某咪人啊，我甲你讲你得了绝症啊，癌症啊，你存无3个月啊。那你听到你会讲，感谢上帝，我要出来放炮啊，得了第一大奖，会吗？袂啦，一定目屎流目屎对迄个医生看诊的迄个房间行出去，一边讲一边行，一边流目屎。其实敢嘛是安尼呢？伊越壁，代表啥物？先知以赛亚甲讲的时阵，迄当时伊倒伫门床顶，当先知以赛亚甲讲了，以赛亚对伊门床边行往行门外，伊目睭无看先知以赛亚，甲伊目送出去。话讲了，先知是出去，伊安那？圣经讲，伊面壁，活得当面壁。然后甲上帝祈祷讲：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伫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搁做你看做好的。所以咱看到，伊甲上帝安尼讲，显然伊对上帝信心。伊讲照诚实来行，就是伊对上帝单纯的诚实信心的依靠。伫行为方面讲，上帝啊，你看做好的，我拢去做啊啦。以西家王伊毋是企图讲上帝，我做你看做好的你着怜悯我，你着医治我。毋是，以西家王求上帝纪念伊的好行为。所以纪念啥意思？纪念就是无袂记起，不但无袂记起，伊求上帝无袂记起伊的好啦，记的。记的无效呢，伊嘛毋望上帝用行动显出对伊的意志啊。所以了这，咱看到，当以西家王知影先知以赛亚甲伊讲的话，伊性命要灭无啊，要死啊！伊就活当面壁祈祷耶和华。这互我想起韩国一个牧师叫朴东灿。朴东灿牧师写一本册叫《得胜的教会》。伊伫册中安尼讲：一个基督徒面对属灵的征战，上要紧的训练，就是对上帝话，甲上帝祈祷。
上要紧的训练啊，属灵的精神就是第一，上帝话；第二，上帝祈祷。伊讲属灵的精神顶悬，人绝对袂当靠家己快乐得胜。所以咱若对这个角度来看，咱逐工读上帝话，用上帝话来祈祷，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训练。阿们。所以了解上帝话甲上帝祈祷，这是咱属灵精神中间真要紧的训练啊！希西家王祈祷讲啊，求你纪念我伫你面前存完全的心啊，照诚实来行，佮做你看做好的事。你啦，咱拢知影，你讲求的时阵嘛，家己以前好的拢啊拼拼出来，出来。我以前哦，偌好拄偌好哦。你要求人的时阵哦，我以前对你足好的吼，你巴肚枵我，互你包我食；你喙焦的时阵，我互你水啉，对不对？吼，你无纪念我好，你也对我较好的，对不对？一定要讲出你的好。不过，希西家王敢真正伫上帝面前行咧像伊讲的吗？行咧完全吗？行咧诚实吗？行咧上帝看做好的事吗？咱来看。希西家王伊过去的历史中间，伫伊做王14年的时阵，亚述帝国进攻伫犹大国的时阵，希西家王就命令人把圣殿内底属于上帝伊云拢搬我出来啊！连咧圣殿内底条的金真薄啦嘛叫人甲扣起来，要扣起来创把这云金摕去亚述王的面前求了下。哇！这有真正侮辱上帝，侮辱到忝的。上帝圣殿的物件呢，云甲条顶悬的金拢扣起来，拢摕去互亚述王要求了下。所以伊这举动是安那？完全是对上帝无信心，完全是侮辱上帝的名。所以你讲真正好吗？无，你听着，你安尼知影讲，希西家王毋是伊讲的安尼好，行你完全，行你诚实，行做做上帝看做好的事。所以了解，咱看到，希西家王伊所做的，不如伊讲的，求上帝纪念我伫你面前存的完全的心，照诚实来行，佮做你看做好的事。就是你看，希西家王。这里侮辱上帝的名，上帝甲算数这希西家你搞记的，我一条一条甲你算。无呢，上帝无记你伊的歹，上帝看见伊，佮怜悯希西家王。上帝佮一摆通过先知以赛亚，以赛亚甲伊讲话，然后上帝。甲先知以赛亚讲：“你转去，你对对啊？你对对转去啊？是要对宫殿的厅堂，转去到希西家的困的所在。要甲伊讲啥？讲去甲我讲，我的民会滚希西家。伊代表什么？希西家王是代表上帝。”带领百姓的君王，所以伊的人命好歹会影响到伊国家的运势。了解，这就互咱讲到什么？一个人伊的属灵的信仰的好歹，比如讲我是一个家庭的家长长辈，我的信仰的好歹会影响到我的后代的信仰。一个教会属灵的领导者，就是一个小组长。伊的信仰的好歹会影响什么人？会影响会较组员。所以，无论你家族你是家庭的长辈，还是你是教会领袖，还是小组长的组长，了解，请咱会记住，咱这个属灵的身份是成做一个别人信仰的关键。所以，第一讲了就好，一句真好，学有看样。无样家己想，学样看样，所以你就知影，真正是属灵的一个君王，
伊会影响伊国家的运势。先知以赛亚等于甲希西家讲：耶和华你做大笔的神，安尼讲。先知以赛亚等于甲希西家讲话，连伊的做大笔拢搬出来呢。表示啥物？表示这个上帝是甲伊做大笔的关系，用这个关系来回应希西家伊向上帝祈祷。所以咱看到大笔王，伊到底有做啥物好诶？互上帝去笑脸，互上帝会用大笔王来祝福伊诶好诶。咱来去看列王记上段第9章第4节，列王记上段第9章第4节，咱做来读预备来。论到你若诚实，搁行正直伫我面前，亲像你的爸大笔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命令你的，接受我的律例，我的法度。所以对列王记上段第9章第4节，你就知影，大笔所行的，讲亲像你的爸大笔所行的，伊安怎行？遵行我一切所命令你的，接受我的律例，我的法度。你就知影，大笔王伫上帝面前是忠实的君王。所以当希西家王咧求的时阵，我照你的祖大笔王的祝福，嘛要安那，要祝福你，嘛要听你祈祷，嘛要帮助你。所以咱看到希西家王，伊听到先知以赛亚甲讲的话，心内百般艰苦，伊面向着墙祈祷。伊甲上帝祈祷讲：我按照诚实行事，搁做你眼中看做好的事。所以咱看到希西家，伊讲伊家己，讲我亲像我做大笔安尼，你讲做好的，你安怎讲的？你今日你讲爱诚实的，我拢做啊，我嘛做完全的事啊。伊就是讲伊家己像大笔共款啊。所以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甲希西家讲：你回去，甲我的民的君希西家讲，耶和华你的祖大笔的神安尼讲，你活得回去甲我的百姓安尼讲，我已经听见你的祈祷，看见你的目屎，看我要医好你。到第3日，你要出去耶和华的殿。所以你看这对经文中咱看到啥物？上帝搁一摆通过先知以赛亚甲希西家讲，上帝不但听见你的祈祷，伊嘛看见你的祈祷，伊嘛要用正面回应你的祈祷。所以你看这咱看到，上帝唔但听见，伊嘛看见你祈祷的目屎，伊嘛要正面回应你。所以来对牧师讲。看见、听见，正面回应，预备来，看见、听见，正面回应。所以你看这，你的祈祷不是无几力哦，你的祈祷不是上帝无听，有听见无？有看见祈祷流目屎无？有正面的回应你无？有，伊拢有。所以咱看到，上帝看见希西家王流目屎祈祷，上帝应允希西家王讲啦。圣经来讲，第3日你要就去耶和华的殿。你看这句话，不是讲上帝爱希西家王病好了第3日马上去圣殿做啥货？这句话乃是讲希西家王伫以赛亚讲话了，伊马上啦拄去病痛，然后气血康复，伊会恢复伊精神，只有3天。伊原本病到要死，要无命无。当先知以赛亚甲讲了，马上好，精神呢3日后恢复，会当去到圣殿参与着敬拜献祭啊。所以你看到上帝马上
互希西家王病好，到第3日精神康复到一个地步，有精神有体力，去到圣殿参与了敬拜、献酒、感恩的祭。所以咱看到上帝不但医好希西家王，佮互伊无面对死亡的威胁。上帝再加码，我佮甲你讲哦，唔但你会无命，不但你袂无命，佮我要加添你的岁数。圣经圣经甲咱讲，我要加添你的岁数15年啊！你看这，上帝互伊病得的医治有稳定无？有诶！哇，稳定加上稳定，佮加互15年岁数诶！你会想讲，为什么上帝要互希西家王15年的岁数？圣经无解说为什么互伊15年。不过，咱用药诶，咱知影希西家王在位第14当，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当。所以亚述王西拿基立为2届威胁，到第3届希西家王伊本人病到要死，所以到今年就是到第15年的时阵，这危机拢无去啊。15年上顶，迄个过去拢灾难拢无去啊。过来咧，过来就是要互你祝福啊，要互你祝福。所以上帝互希西家王15年的岁数无的确，上帝要伫未来的15当，要守住稳定，互希西家王甲伊所执政的南犹大。伫未来日子，上帝要继续保守、拯救希西家王，甲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了解咱看到，上帝唔但互伊15当的岁数，上帝对伊的国家有应允。佮接续安讲，上帝应允南犹大佮我要救你甲即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着我家己的缘故，佮为着我的罗卜大必的缘故，要保护这个城。所以咱看到，上帝唔但欢喜，佮加15年的岁数，加互希西家王，伊佮进一步讲，未来15当中间，上帝要脱离，互伊脱离这个亚述人的手，要保护这个王。所以你看这，上帝应允，唔是爱伊保守耶路撒冷的进攻，唔是讲安尼我甲伊保护了，亚述帝国袂甲伊进攻，你会当甲伊讲，唔是，伊是要回应亚述王西拿基立伊第2届威胁希西家的时阵，上帝迄当时面对。上帝互迄个希西家王面对第2届的危机的时阵，上帝要有应允过，上帝要有应允过，要保护伊。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西拿基立伫主前701年，伊离开犹大国了后，伊就无去转去到耶路撒冷来攻打这个南犹大。所以南犹大伊迄中间无受攻击了后，伊有机会安尼喘一个气的，有机会重新出发。因为经过战争了后，这国家拢败坏啊，伊爱需要时间来重复伊的国家。像乌克兰，伊若战争煞了，伊敢要再重建？哎呀，伊的国家所有的物件拢用炮弹拍到东倒西歪去啊！伊需要恢复。所以你看到上帝将亚述帝国一暝中间失落10几万的人命，毋是讲你南犹大你会当去攻别人，毋是，是要爱回应上帝要回应当初对伊的应允的，好伊对中间得到休困，要得到复兴，要互伊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所以上帝讲，我要为我家己的缘故，佮为着我的罗卜大必的缘故，要保护这个城。所以你注意，你有看无？上帝拢讲，我要甲你的主大必，而且佮讲到我为着我你的主大必，你讲到2届大必，就是一个平行的。
就是上帝永远要保守耶路撒冷。你一方面讲的，上帝迄当时对大卫所应允的，上帝无袂记住上帝对大卫应允的，我要祝福你甲你的后裔。所以，迄个应允到伫大卫过身的时阵，迄应允有伫个无？有伫个。所以代表什么？上帝是袂记住伊对你应允的话，伊讲即就即，伊会实现，伊袂跳票。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先知以赛亚讲上帝甲以赛亚讲，着摕一块无花果的饼来，摕饼来创啊，伊就起来，搭伫粒仔王就好。你会想讲，明明希西家王是破病，为什么上帝叫先知去摕一个无花果的饼？啊，饼甲医治有什么关系？然后这是翻译问题。迄个无花果可能是用无花果来做药膏，搭伫希西家王迄个得病所在。圣经讲啦，伊马上啦打落了，马上爽快起来。就是了解，显然，这个医疗毋是真正这无花果的药膏行好的药方，是安那？上帝通过这个动作，上帝要医治希西家王，上帝要行新业医治希西家王。这个无花果的药膏，只不过是啥物？只不过是一个上帝吩咐先知以赛亚做的一个动作。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做的，上帝安那加上新业的开力伫迄中间安那，互伊的病得到医治。阿门。所以了，这咱看到。这个希西家王经历这么多，对病得到医治，佮互伊长岁寿，佮互伊国家呐受保护。那你是希西家王我绝对相信的，无佮毋是呢。这希西家王佮安那通过以赛亚讲，我要甲上帝有一个好，有一个调头。以赛亚甲伊讲，病要得到医治，第三日你就让上耶和华殿。所以上帝爱希西家王啊！你只要你乖乖伫你的宫殿内底好啊困3天，3天后病就好啊。但是这个希西家王安尼信心软正，伊要甲上帝求一个调头，一个印证。为什么？因为伊对先知以赛亚讲的话无信心，无相信。所以显然这希西家王伊对上帝是无信心的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伊既然安那要甲上帝求一个调头。咱看咧，伊约书亚时代，日头捌停伫基遍的所在一天的日，就是希西家王要求一个调头，就是日头安那退10度，退10度就是往后退40分钟啊！所以了解，古早无时表啊，无暖情啊，无时钟，拢用安尼看时间啊。希西家王甲上帝讲：“你互我迄个时间呢？比如讲近12点我要求一个调头，就是退40度退10度，就是退40分钟啦。”种是咱看到，上帝有应允这个调头无？有呢。所以，根据科学家证实，地球咧射日头的时阵捌出一寡问题，捌延误耽误24点钟。所以，了解咱看到，当亚述帝国受上帝使者拍败了，一暝中间10几万人命失落的时阵，迄当时希西家王是应该是上有权柄的人，无别的国家敢予伊挑战。希西家王是全地上有权柄的人的代表。当伊来到上帝面前，伊既然对上帝的律法无信心，爱求一个调头。咱看到上帝对人的权柄，展现的是啥物？上帝会改变日期，会改变时间，会改变王权的神。所以咱看到亚述王
上帝互伊一时间失落王位，一时间伊派军兵拢灭无。所以咱就看到什么？上帝是掌握时间自然的上帝。所以，当全人类的上悬的权柄者是什么？是上帝。当地面上，迄当时上勇的国家是什么人？希西家王。咱看到上帝怎样展现伊的权柄，咱就知影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上帝互人选择上帝。所以咱知影是上帝敬人，毋是人敬上帝。上帝爱希西家王怎样，伊就做。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希西家王听见先知甲伊讲，伊将要无命，要死啊！伊求上帝怜悯。上帝通过先知伊的萝卜，用无花果诚做医治，佮增加伊的血数，佮互伊国家得到保守。就是伊对上帝佮无信心，伊会佮甲上帝纠结掉头。伊爱求上帝爱退40分钟。另外这，咱看到伫人的世界，伫自然界中间，靠近日头往好，对不对？马上日时间往前行，马时间往后壁，无可能嘛。就是上帝有可能，上帝做会到。上帝佮互伊增加15天的岁数，所以另外这，咱看到希西家王求日头退10度，就是往后壁刷40分钟。伫这自然界中间是无可能发生，就是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证明上帝是掌管自然的上帝。另外这，上帝是行神迹的上帝，上帝行神迹的规律，虽然咱无看见，总是咱若存谦卑的心，愿意降服，上帝会互你看到，伊伫你的生命，伫咱的家庭，伫你家族中间行神迹。阿们。所以韩国卜东参牧师伊讲咱生活有2个无共款的暂处的世界，一个是你目睭看会到的自然的世界，一个是你目睭看袂到的属灵的世界。伊讲自然世界有上帝创造春夏秋冬的四季，有对物件、有对关注那个给出的万有引力。共款，伊属灵的世界甲自然世界共款，有伊的法则，伊的次数。就是咱看到属灵的世界甲自然的世界，这2个世界有一个最要紧的关系，就是属灵的世界要支配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不断要受到属灵的世界影响。所以，然后这咧看到，有时阵人会行到一个程度，你前无步退无，前无路退无步。你唔知影拄着困难，唔知要找到什么原因。有人拄着一种病喎，迄病所有医学检查快，拢找无出病因，无过得人无爽快。了解？人有拄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所以了解咱看到，当人拄着困难的时阵，人找无出真正代志发生的原因时，人来讲歹运啦，运气歹啦。笔字袂好啦，运途歹啦。不过圣经甲咱讲，这互人困扰的事，大部分是因为属灵的代志出问题。圣经讲有一个讲，有一个囡仔伊非常正常，忽然间精神分裂。这个囡仔又要跳入火内底，含入水内底，拢无法度，连医生拢无法度医治。嘛唔知伊是安怎，这囡仔怎形容起笑的，连伊走入火，连伊跳入水咧。耶稣圣经讲耶稣刺激这身躯顶囡仔，这囡仔身躯顶的邪神，甲伊赶出去，然后呢，囡仔就恢复正常。所以，然后这自然界甲属灵世界中间，属灵世界往往是咧主宰控制自然界。所以，咱若要对付这灵界的攻击，咱除了信耶稣、诚做上帝的囝以外，无第二条选择。
咱看到的世界，毋是世界的全部。看袂到的世界，反倒比你看会到的世界更较大。莫怪保罗，使徒保罗伫写配合哥林多教会安怎讲？咱来看这段圣经来，预备，咱做来念，预备来。因为阮毋是所看会见，毋是因为阮毋是看伫所看会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看会见的是暂时的，所未看见的是永远。所以了解，使徒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因为我毋是看所看会见的，是要看所看未见的。伊看会见的是暂时的，看未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了，兄姊妹，咱对上帝要有信。咱所看见会见的是暂时的啊。什么？暂时的，你敢会永远有？无可能啊！当你的生命终局结束了，你钱财、你的厝体、你的所有物件，你敢才会走？才会走袂？才袂走。所以你看会见的世界是暂时的，看袂到的世界是永远的。所以咱对上帝要有哪有信？甲你隔壁讲，咱对上帝要有信，预备来。咱对上帝要有信。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咧讲的信安怎？咱来看第10章第1节，安尼咱做来读，预备来。信是所毋望的实在，无看见的标准。所以了解，咱爱有信。老的目屎会记到上帝无轻看。咱看希西家王，伊拼记到伊流目屎，上帝无轻看。所以韩国有一个水银路教会，这个牧师叫郑必达牧师，伊写一本屈膝建立的教会。伊讲啥物呢？伊讲，若卡数祈祷是掠上帝的话做中心，每一个祈祷拢会实现。若卡数无法度持续祈祷，上要紧的是安那？相信上帝一定会回应。所以对遇到上帝的恩典耐心祈祷。伊这本册中间，伊嘛讲到乔治穆勒，伊讲祈祷爱耐心安怎？伊讲安那？往下甲看，乔治穆勒伊讲，现在开始祈祷，或是正确的态度的祈祷，永远无够。你祈祷几多点钟，也是无够。祈祷爱存着忍耐甲信心，直到上帝应允为止。所以了解。这个郑必达牧师伊讲流目屎祈祷到礼拜堂坐满。所以韩国牧师安尼讲一句话祈祷1点钟都无算啥。你知韩国人祈祷拢有时会去户外祈祷，伊讲阿不知吼，举一张手无？阿不知祈祷做出来就好啊。迄张手若无摇死，讲无算祈祷。你知影伊韩国人的祈祷是足迫切、足热切、足投入。坦白讲，我6月17当以来，我做传道书有去3届牧者的传道牧者的训练伫韩国。我第一届甚物祈祷甲会流汗呢？祈祷甲会烧声出来，无声。大声出祈祷，迫切祈祷。讲一个笑话，阮的新阿姨的同学伫台湾牧会拢袂相拄一个伫台北，一个台中，一个拢袂相拄。有一天，阮参加牧者的韩国的牧者的聚会伫韩国，伊祈祷院你是聚会了，暗时这牧师台湾的牧师讲，你也来恁，足久无看你搁我来伫韩国拢同学开同学会，足欢喜的。就安那，台湾人暗时就安那泡面摕出来冲落好，那食泡面，你这几日牧会有顺利无？那讲那食泡面，你食的时阵，忽然间伫祈祷院外面有一阵声传过来，不知，一阵咧祈祷的声，面蒙山了，我
看窗啊，窗啊，你有看到啥物？有人咧画呢？是谁咧画？看袂到，暗暝蒙。结果隔天起来困饱，住的煞早到了，来看卖，迄边的声是啥物声？靠人咧画的声。我行，蒙阿波啦！迄所在赞美团来的所在是蒙阿波，莫非是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无啦，毋是迄4个人爬起来啦，是啥物？迄韩国人伫遐所在祈祷当咧祈祷的声。我两个即摆歹势我即个台湾的牧师无精总，暗时食泡面兼开讲，人是韩国人伊遐祈祷甲烧声你看人差偌济，白白是牧师甲差遐济，你看这，咱看到，咱若祈祷甲上帝应允为止，迄就是祈祷的性命，迄是祈祷的坚持，迄是祈祷的脚步。所以了解，当咱祈祷的时阵，咱用信心仰望上帝。祈祷是啥物？祈祷是征战的武器。所以，咱的征战的对象是啥物人？是迄空中看袂见邪神的溃烂。所以保罗先生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2节来讲，咱做伙来读下无？预备来，因为咱交战毋是抵挡迄气的，就是抵挡这个办政事的、这个掌权的，以及暗示这个君王，以及空中派的神位。伊讲了空中派的神位就是邪神啦。所以了解，咱真正的征战的对象是属灵撒旦的溃烂。撒旦是咱看袂到，但咱更加爱挖靠迄看袂到上帝溃烂，互咱的属灵溃烂，靠着圣神的溃烂，互咱属灵真正赢搁较赢。阿门。韩国弟兄基牧师的太太赵金盛惠牧师，伊讲一句话，伊讲伊一摆弟兄基牧师答应基督山一个研习会的讲道，不过发现发现迄一天有2个婚礼爱致辞爱去主持，这3个听书呢，拢冲突。尾仔弟兄基牧师决定要去赴迄2个婚礼的证婚宴请，伊就征求赵牧师的同意，讲赵牧师安尼好无？你迄基督山迄个研习会，互我去替你讲道，专程拢用英语讲道呢。赵牧师讲好，你去，我授权互你去代替我去讲道。这个金牧师呢，伊就想我要写这英文的讲道篇，我究竟要安怎写？伊就去到基督山，去到基督山，看到基督山顶悬写啥？写着诗篇81篇第13写讲：着大开你的喙，我就充满伊。迄当时伊看到这个经材料，伊知影，伊是一个音乐家，伊知影对圣神的感动伊知影这是对上帝的启示，伊就绝对无放弃迄届圣神感动，伊就马上摕笔摕纸马上用这个经文写这个诗歌，着大开喙，着大开你的喙，我就充满伊。所以另外咱的祈祷，咱毋通祈祷3分钟上帝，我祈祷我交代你爱听爱做呢，我交代呢，我祈祷了解。咱祈祷毋是交代上帝呢，咱要有持续的耐心挖靠上帝，直到代志发生。所以咱无虽然咱的祈祷时间真短，但咱持续不断的无放弃的祈祷，你必然你看到上帝迄看袂到的开力，成就你我属灵生命上大的经历，上好的经历。阿门。所以了解，大开你的喙，我就充满伊。你会看见你所看袂见上帝开力，要行上帝的心意，要行上帝的心意，要行上帝看做好的事，伫你我的家庭甲教会。阿门。所以毋通
轻看，看袂到的亏力，才是亏力。啊，对牧师讲，看袂到的亏力，才是亏力。搁一届，看袂到的亏力，才是亏力。看到亏力无算啥，你爱看袂到的，看袂到才是永久的。信仰你甲上帝关系，看袂到，总是上帝予你永远的祝福，天顶稳定是永远的。阿门。咱即时来祈祷，是阮听上帝，阮感谢你，祝你通过希西家王这个圣经的记述，互阮知，我们这个人要灭无，性命要无伊。上帝，你听祈祷，上帝，你怜悯你，无记得伊的歹。上帝，我看见你不但医治，你阁予伊增加伊15天的岁数，你阁予伊的国家得到保守。虽然伊对主你信无够，对上帝的罗卜以赛亚信心无够，总是我看见上帝你有缘眷顾伊，照你的应允前伫伊甲伊国家。主啊，迄看袂见的应允的祝福。是这样丰盛，这样稳定。主，我嘛要向你求，在阮的属灵的生命中间，阮爱清楚信心的仰望，阮爱对上帝有信。迄看袂到的亏力，才是亏力。求主你帮助阮有这般样的看见，这般样的信心，用安尼来得主你欢喜，互主你荣光你的名。愿主你使阮听我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回应是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吟全首。主啊。
咱即时，咱为着咱属灵的信仰、属灵的生命，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用信心更加对主的倚靠。特别咱所看袂到的困难，是上帝困难，咱更加用信心来倚靠。咱尝试来为着咱下晡咱的幸福讲座的举行来祈祷。咱也为着咱暗时的小会来祈祷。尝试为着咱后礼拜的洗礼以及新家人 party 的活动来祈祷，求圣神做工。咱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属灵的教会，咱的属灵的家长，咱牧师牧师娘，为着咱中级小组长，为着咱正教会的时间来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来开声来祈祷。哦，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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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感谢你，我恳求你圣神来做工，互我的信心拿加添，互我持续不断用我看袂见的信心的困难来仰望你，倚靠主。主啊，求你使阮祝福，我的家庭成做好模样，我的信仰成做好的脚业，来见证上帝祝福阮的家族，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以主你名王恩，主你祝福阮主你牧师、陈牧师以及阮的牧师娘，主你祝福因所做的工，让为你上帝坚固因的心，互因所做的主你坚固搁荣光你的名。主你祝福何牧师、牧师因为小组伫新日牧区牧友带领，主你祝福阮所做的，愿主你坚固带领祝福，主你祝福阮的中心，互阮中心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互到了上帝你互的使命甲困难来同心来协助教会，互教会来训练来进步。主你祝福阮的中心的事情，祝福阮的小组长，阮小组长所做的，拢是顺拢伫教会，因跟你主啦，你也祝福祝福阮的办公室，主你面前所做的，祝阮将下晡阮的幸福讲座，以及阮暗时的小会，以及阮后礼拜的洗礼，以及后礼拜的阮的新家人 party， 主啊，阮将这时间拢仰望你，愿圣神你祝福阮，互阮所做的一尽拢望主你所欢喜，祝福。是阮听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日早起领受上帝你话语养持，互阮过去上帝你通过你的罗卜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教所行的济济事业，虽然伊对主的心无够，上帝你里面虽然伊行的无像伊讲的，上帝你无纪念对算伊的笑伊的罪。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对主领受一般样的信心。互阮用信心来仰望主，迄看袂起的困难，上帝困难，圣神困难，成就阮属灵养持甲帮助。主你祝福阮的教会，无论咱下晡的幸福讲座，还是阮后礼拜洗礼，还是阮的小会，主啊，阮将一切时间拢仰望你，愿上帝你祝福阮，互阮所做的拢因跟着你荣耀上帝名。愿主你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即事收奉献。请咱起立。
亲爱的主，帮助阮会当一心一意来爱你，帮助阮会甘心乐意来奉献伫上帝的事工中，阮愿意尽一份力。求你也赐予阮信心、爱心、疼、厝边亲像家己，互阮有限的奉献会当求你来帮赞搁较侪的人，帮赞搁较侪的事工。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花祝福车肯398首，金丝线请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伸手，愿全体上帝白子圣神恩典降临地面，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闭会。